為因應暑假來臨，並防止青少年踏入不良場所接受犯罪引誘，台南市7月1號暗時開始實施青春專案，第一天在動員優勢警力，全面擴大臨檢到8月底為止。市長吳美婷在主持聯合稽查親情教育會後，嘛親自帶隊，針對青少年容易組織惹事的場所、舞廳、KTV、網咖等5路場所進行強烈徹查。在暑假的暑期期間的青春專，我們特別重視，對於年輕朋友不要被詐騙集團，也不要被毒品集團所利用。本身呢，我們也提供相當正向的一些活動，由警察局、社會局以及相關教育局相關的局處，大家來辦理。那也期望同學能夠有一個這個健康安全的暑假。尤其我們已經是連續好幾年了，在暑假期間沒有發生溺水，年輕朋友沒有發生溺水事件。我們希望能保持這樣子的一個記錄跟傳統，讓年輕人不管是從事戶外活動、水上活動，或者是這個夜間自己的在暑假期間，不要因為一時疏忽，或者被同儕或者被別人歹徒所利用，而一失足成百年恨。一年一度暑假青春專案，市府動員在地的局處超過160名人力組成聯合稽查小組。市長吳美婷表示，暑假開始就是青少年學業加考試壓力放鬆的時刻。不過，市府保護青少年的安全防線絕對無假期，尤其主動青少年加入幫派做車手，對源頭斷絕毒品加食毒開車危害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